阳明交通大学2020年接受西电社所管的2000多件布袋戏文物，也开始进行西电社布袋戏文物典藏计划。经过2年时间，对外发表新册甲纪录片传世彩楼，要让更多人了解这西电社在台湾布袋戏历史内面有重要意义。记录西电社创立30多年以来所经过的时代参背后的辛苦过程，无论是进前较早的布袋戏剧本，也是一身一身古早时代的布袋戏红仔，透过这出纪录片传世彩楼的呈现，让民众会当进一步了解台湾布袋戏的历史。西田社的一些文物捐给阳明交大，等于也促成我们阳明交大的师生们可以在这个传统的艺术文化里面真的去发扬光大。我看到很多生力军，很多不同的想法，跟我们以前成立西田社的时候，那个注入那个新的生命、新的观念，我看到传统文化会带来一个新的篇章。阳明交通大学希望透过修复、整理，将西电社保存的传统文化资产，用数位化的方式设置平台，让布袋戏文化会当永远保存下来。过去的文化，这些遗产不只是保留传承，我们更希望它透过我们现在新的，不管是技术或者一些新的理念，我们让它做更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的发扬。除了纪录片，也有专门记录西电社的册，内底写着布袋戏对台湾文化的重要性，甚至可利用 AR、VR 将传统甲现代科技结合，让全世界了解台湾的艺术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